法，就是说，它其实本身出来的作品已经跟以前不一样，但是它又影响到你创作者本身的思想，本身的这个创作的这个过程。所以各位也知道，我的资料上，我现在念交大的那个数位建筑的博士。那数位建筑跟过去的建筑有什么不一样？过去要画正立坡嘛的图嘛，以后如果电脑画，要不要画这个啊？也要啦，但是就是很简单的啦，很简单的。那有没有办法去看到那个房子盖出来是什么样子？有啊。有没有看到那个房子承受抗震力是多少？有啊。有没有办法看到房子的采光是什么？有啊。通通不用盖就已经出来了，可不可以模拟采光？可以啊，可不可以模拟空间？可以啊，通可以。那它就会改变你原来建筑师的设计观念，所以设计出来的东西又长得不一样又长得不一样。所以这种数位化的过程其实是非常重要非常重要。但是呢，大部分人不太理解说什么叫做数位的创作。那像我这样子速度就非常快了非常快了。其实我不是画每一个元件呢，我都画得很好。好，那这个是把我们的漫画改编成数位的动画。我现在举一个例子，我们举一个蔡志忠的，我们过去跟蔡志忠合作，蔡志忠的漫画怎么样改编成动画？那我刚刚跟各位谈过了，我们有叫做 spiral 的这种螺旋形的过程。那么这个是蔡志忠原来的漫画原稿它有漫画原稿有个好处就是它剧本也有了。剧本也有了。那么，但是剧本我们还是要修因为改成动画完全不同的呈现方式，所以还是要修。那这是《孙子兵法》里面原有的漫画的这个作品。然后呢，我们必须要把它什么呢？把它的脚本的初稿给它做出来就是把它的动画、它漫画原来的不是完全就搬到动画去做一个脚本这脚本我们叫 storyboard。但是我们不是只有这个 storyboard， 我们其实还有一个叫做 dynamic 的 storyboard。那各位现在看到的这几张图，这个脚本是在电脑上，它是以呈现这个动态的。什么叫动态的呢？就是这里面的人在讲话的时候已经先录好配音先录好，录好以后把那个每一个桥段大概多少时间，每一个 episode 大概是多少时间，我们必须要去计算。所以配音已经先配在前面。我们以前拍电影、拍动画，是不是后来再配音，对不对？我们不，配音在前面，配音在前面，配音完了以后，后面再来对合、撮合。那到最后呢，还会不会再配一次？会。到最后就是说，可能请明星来配的时候，这个时候才重新再配一次，重新配。所以这个叫做 dynamic 的 storyboard。那现在目前台湾呢，大概他们不要做这得啦，以前都洋人做的，做好我们照这一块画。那这个是已经把位置相关位置什么，通通跟他讲好了，所以你只能照这样做那我们当然这个是我们比较早期的一张我们现在因为比较更精密，那是牵扯到我们公司的 trade secret， 所以不能拿出来展现，这是早期的做法。好，那我们再把它里面的这个动画的 character 造成，怎么会断电？没有吗？有，出来了。好，那就把它做成一个动画的元件那这个元件呢，各位如果你会用 Maya， 你也就知道了你看头是做头身体是做身体，就看不得一样那啦。到时候倒倒嘛，你懂我意思吗？就可以一再的 duplicate。所以你一开始的时候，你做的那个功很大，但是到后面来，你就功越来越少。演员布袋戏都演好了就弄好。所以我们把我们过去做原住民，我们做原住民，各位如果到文建会网站去看，现在 hit rate 就是点击率最多的是我们的网站，是我们给文建会的网站，就是我们把我们的原件开放出来给学生作为练习用，练习之用。不过我们那个立法委员李永平看到我给那个文建会这些东西以后，他的俩公，他只要看到我的名字的俩公就把文建会的预算冻结，真是台湾这个立委，他不是管文化创意呢，为什么要有这么多的那种意识形态？那么这个是我们刚刚已经把原件做好，对不对？我们需要有场景，
所以我们把这些场景先做好。不过在这一个阶段里面，我们在做孙子兵法的时候，考虑到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我们必须要去做，感觉上是有一点，因为是做那个中国的文史哲，所以必须要有水墨的感觉。所以这时候是3D 跟2D 在结合。那我们等一下会看到原住民是全3D 啊，跟那个各位看的最近那个《冰原世纪》是吧？不是《冰原历险记》那个是一样的，同样的技术。好，再过来就是那些模做好了以后，就开始我们来做这个 action 的一个测试啊，大概就是比如说一个人被射中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姿势。当然，这个呢，我们现在有更进一步的，叫做我们在做这些动作的储存工作啊，动作储存工作，就是说，你走路中箭什么，这些工作都储存好了以后，那么以后你如果说你有一个场景是刚好有一个人走路然后中箭啊，那我们就可以把它 combine 起来，那这个就是变成一个非常快的一个动作。那这个部分我们正在发展。也就是说，我们是在一步一步做这个，我们叫做人工智慧的部分嘛，啊，人工智慧的部分就尽量把这些累积起来。所以，我记得我们总共做了1400分钟的中国文史哲的动画，我大概是海峡两岸自有品牌最多了。然后呢，我们刚刚开始在做的时候，我记得我们在做庄子的时候做了大概半年，光是 create 那些元件就做了半年，再过来就是做2个月。1部，再过来就是1个月1部，再过来就是1个月2部，速度就越来越快，啊，越来越快，因为它可以做累积。来，我们先来看这个《孙子兵法》，我们灯要关一下哦。这个《孙子兵法》呢，《孙子兵法》分为道天地将法，那么我们把它分解成好几章，好几个 chapter。那这个是属于有一点是3D 跟2D 结合。啊，那属于教育性，不是娱乐性哈，教育性。那大家一起来看吧。扎营备战。凡先到达战地等待敌人的，就居于从容主动的地位。动作快，动作快！一定要比敌军先抵达战地。终于快到了。是啊，总算可以好好休息了。没时间休息了，全军迎战！后到达战地而仓促用战，就居于疲劳不止。所以，善于用兵作战的人，总是支配敌人，而不被敌人支配。要使敌人来我预定的决战地点，是以利诱之的结果。要使敌人不敢配，必设法妨害其，叫他不敢配。所以，敌欲休息，则设法使他疲于奔命；敌如安处不动，则设法使他移动，必中一计。虚张声势，使敌人莫测我之虚实，则能做到我兵力集中，而敌人兵力分散。集合！我军兵力集中一处，而敌军分散10处，这样就能以10倍的力量打击敌人。怎么都打我？
用兵的规律像水一样，水是由高处往低处流。用兵的规律是避水，而击疏。水因地形而变化其方向。用兵杀！也要顺应敌形变化而克敌制胜。所以用兵没有固定的规则，就像水没有固定的形态一样，能依照敌情变化而选上。可算是用兵无常了。用兵之道，如同五行变化一样，金木水火土相生相克，不分胜负。春夏秋冬交替更迭。哎，来不给。好，哎，拿过的。好，我saya sebagai wah. Apa ada ini dan naga dah. Oh, Yanela! Sa! Makanok ko wagi. Wagi patuloy ako. Raho na wagi. Wamagye ako. Bina wagi. Wagi ka. Wamhok kay lakasaga. Wasi nagyut basaw laro. Mapendahyak kapitan. Nanoyas ako niyo kapitan biaching misuka. Rinapos ramo na wagi laga nano vinga sa babaw kaya juk maduli lak sa miyake. Aring wal na had tagon ko to wagi laga ya sa makison mahak len ro hangan. Wara babar hayel uji laga aring sko pinyakan haro si nagyut mabuku kinble kanya. Wono Chayun Balaylo. Siglo sa ginhapan ha trakis. Mira el kawas pin kanian ha. Ro te hawin ka anak kalang. Na nuya ni kurson ha pin kiyon na tayel.他们的这个所谓的中华民族的起源地都是在黄河流域，
但是原住民的起源地在哪里？在台湾，在台湾。那当然里面比如说我们有做那个少主的白鹭的故事，就是讲日月潭日月潭。那这个呢，其实是在讲那个应该是讲大坝尖山还有讲秀姑峦溪的，还有讲什么的，就他们的起源地都是在我们台湾。那各位看到这只有10分钟，就是一组10分钟的故事，所以它是会比较偏重有点娱乐性但是主要还是要给将来我们原住民小孩都可以看得到。那里面你看到那个服装我为了这个服装喊下那个一挂原住民的学者我们跟他回告我们起笑真的是后来就干脆不请他们了。因为他们讲一下子讲这个耳环因为每一组都不一样，就没办法去讲了。所以我跟他讲，我们这个纯粹是艺术艺术要把有一些东西简化，而不是回归到那个原来。像以前我们拍那个叫做什么《寒夜三部曲》嘛，那是李乔写的那个《寒夜三部曲》，写得非常好。你如果用文字阅读，就是说当初先民来台的时候是怎么样的奋斗努力。可是你把它拍成电视剧每一个人都灰头土脸那你想灰头土脸，年轻人一看怎么我 K 家的人原来是这样就反而对他们是不好，所以必须要经过那种淬炼出来。但是我们就是不太懂这一套了就是把它淬炼出来，那我们先再休息一会儿因为我等一下要放那个人工智慧给各位看。让我准备一下，让我们再先休息个5分钟，以后我们再继续。这是我们30秒的 promo， 把灯光打开一下。另外那个人工智慧那个放在 Windows 里面忘了带来，我抱歉。那个部分是我们在讲解那个是会比较学术化的，因为在讲解那个就是说有时候我们在跟那个国外在做 presentation 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告诉他说我们将来可能产生的，比如说各位看那个魔戒有没有？魔戒不是有很多那种怪兽打来打去吗？那其实那个就是我们叫做群组运动群组运动。那我们现在在发展这个，就是说以后你会看到一堆这种，就是说那个大场面我都不有办法做。那现在目前我们正在发展这一个，那这个部分不难主要是这一块我们在发展。另外还有一块是3个剑桥博士去做的原型prototype， 就是我们以后只要把那一些 character 装进去，比如说对打架，那他自己会，你设定参数，说这个人设定多少参数，他是多高，身高多高，体重多少什么什么，然后你把它设定进去，它就自动打自动打。然后如果打到这里，它还是那个 feedback 力量 feedback 都有都有。那这个部分是我们比较在跟国外做 present 的时候，是告诉他们说我们能力已经几乎了，快要可以到了这样子，所以这个比较那个没带来也是蛮可惜的，可以放给大家看我们怎么做好。
那是剩下一点时间要给各位学员可以问问题嘛？刚刚有一大堆问题，刚刚有人说那个零帧就 simulation 的这个部分呢，这部分其实一直也就是要做到非常细要做到电影的那个 film 的品质花的钱很大。那另外就是说，我们一直我刚才讲那个人工智慧，就是我们在做这种动作，膝部动作的部分的那一个部分还没有完成，那个部分完成以后就会更细，比如说一个人喝咖啡，然后掉了，然后烫到，然后他会怎么反应？那这个动作就会把它做储存。那当然还有技术的问题啦，所以就说电脑技术问题。所以为什么那个 Pixar 只是20年？因为他20年前有2个麻省理工学院的博士，他们2个就是想要做动画了。20年前，那他用什么算呢？他用那个电脑里面那个叫什么原则？那个 Intel 那个叫什么原则去？那个一个原则就是说，电脑摩尔定律，每8个月会价钱会落一半，产量会多出2倍这一类。那他们就这样算大概说20年后就可以用在 PC 上面做电脑。这2个人真的实在是太天才了事实上也做。各位看那个 Pixar 的第一个片段，叫有一把灯，有没有？就是他第一个做的就是他第一个作品就是他们的第一个作品所以做这一行要有一点疯狂，要有一点信仰相信你会成功相信你会成功。那刚刚还有说光影的问题光影的问题当然牵扯到艺术的风格啦。那甲马现在组织我们组织现在也还在调。那是因为我们走的路都是大概台湾几乎没有人走过，因为我们是唯一有能力去给别人代工的。台湾哪有人那种做动画去给人家代工都是我们去跟人家代工。那不过现在目前就是说我们要做到变成刚刚讲的那个 dynamic 的 storyboard 要很精细，非常的精细。那我们要先做动作给他们看，那他们才有办法去代工。那像中国跟我们已经接触很久了我们也去看他们。我去看那个中国最大动画公司叫蓝猫嘛，各位知道吗？蓝猫蓝猫我去看政府给他8亩的地，8亩然后请了200-300人那请200-300人对大陆我们这边请一个，大陆可以请10个嘛大概就请80个200-300人大概是在台湾请20-30人，也没什么了不起。不过他们的创意实在是不行不行。所以我说台湾是最有创意的地方最有创意的地方，而且是就是华人世界里面是最好的最好的音乐啦、舞蹈啦、艺术啦等等都非常杰出。只要不要吵，也一天到晚在那边乱吵就好了。好来，有没有什么问题？还有没有其他什么问题？来，请说。好，这个好问题。硬体不是成本硬体在我们公司会计项目里面列为 expense 费用差不多半年要换一次电脑因为那个 CPU 一直在变嘛，所以我们现在以前你要做一个动画，你大概有 workshop 对不对？那种 workshop 级的那种电脑，现在用 PC 就bang给我但是那个 rendering farm 就是我们叫做运算，这个我不知道中文怎么翻rendering farm 就是在运算用的啦。就是好像在运算，就是我不晓得中文怎么翻。然后那个比较贵啦，不过在Pixar 的我所知道的是，他跟那个 HB 合作 ，HB 提供他4000部电脑去省，所以他可以做 film 级的电影级的。那我们当然国内我们还没有到那种程度嘛我们也不敢去打电影这一块啦，我们就打电视这一块啦。因为我们不是他的对手，而且整个电影我们也没有那个通路。那我们常讲说我们要去跟好莱坞拼但是
那个拍个100部看有没有办法啦啊，不要拍1部去的啦哈，拍1部去没有用。好，那它的成本为什么会贵？它的成本就是在前期制作，前期制作上那一些元件什么的设计等等，包括你应用的，现在在 Maya 是比较便宜的，Maya 现在大概是50-60万可以买一套吧，啊，30万了哈，现在比较便宜。当然，大部分的公司都买10套嘛，哈，哦，你懂我意思吗？都买10套嘛，哈。其他的不知道哪里来，我不知道。我们在审那个案子的时候，每个公司买的妈呀都10套。那这个在 create 那些元件的时候，一般一个动画师 create 一个人呢，大概看情况啦，10万到20万，也有比较便宜的，也有3-4万。啊，那你需要那里面的元件很多啊，好，元件很多，所以它会贵在那个地方。啊，那另外呢，会贵在后面的行销。后面行销，其实行销跟制作费用大概是 50-50。啊，就是说，你不要看一部电影啊，他拍的大概不是说他花了1亿拍啊，他大概后面宣传要花1亿耶，要花1亿耶。那个所以你没有那种没有这样子的花卉啊，做不起来。所以我们的1亿是我们在做那个我们在跟那个 VC Venture Capital 提案的时候，我们跟人家提案的时候，我们会有 cash flow 跟 work flow。这个就是大部分的文化创意人不会写的，就是这样。我们很会写这个东西，那个 cash flow 跟 work flow 怎么找？就是我做到哪里啊？比如讲起厝，我就起到，咱台湾就差不多起到第2站交偌侪钱，起到第3站交偌侪钱，有没有？哦，就是这样子的概念呐，啊，那我们很会写这个，啊，我们觉得那进出场机制很清楚，啊，比如说我们有一个，我刚刚忘了讲，就是我们的 project paper， 我们的 project company， 通常我们在，比如说我们在做1亿的这一个50部的时候，我们会成立一个叫 project company， 叫做也叫做 paper company， 它其实没有人，里面都1个人都没有，但是有董事长，然后我是董事长啊。那为什么要这样子设计呢？因为这样设计，每一个投资者都可以在这一家公司以7年为限，7年为限，然后所有的 copyright 都在这家公司产生，依股份来分这个利润。那么在制作前期的时候，我们会成立一个 committee， 就是一个委员会。比如说你是某某人投资，你是电视台投资，你是谁投资，你是发行公司投资，你是什么投资，那你会对内容有意见，所以我们就成立一个 committee。这个 committee 是仅就内容的大方向，不做技术的 details 来做管理，啊，所以必须召开这样的会议。然后7年为限的话，就是比如说你就是说做第4年已经要上市了，好，上市出来啊，比如说卖做不错了哈，假设这样子啊，卖完减资，为什么减资？把资金先退回给原来的投资者才是第一步，先退回给他，那他就可以先取得嘛。那你一般的台湾的 venture capital 就是投顾公司，我不知道这里有没有投顾啊？投顾公司就是很像秃鹰呐，但是也没办法，美国也是一样，它是2年到3年一定要回收，啊，2年到3年它一定要回，顶多给你4年呐，啊，它2年到3年它你一定要有个 event， 这个 event 呢就是叫做2件事情，一件叫做被 merge 或是被 acquire， 我们叫 M&A， 啊。那另外一件呢，就是你必须要 IPO， 就是要上市上柜，它必须要让你做这2件事情。好，这是 venture capital。所以政府要扮演什么角色呢？政府要扮演叫做angel capital。那一般文化创意人刚开始的时候，就是把他家里面所有的钱，他刚刚开始的，他想要出来创业，创业家啦哈，也不一定文化创意，创业家是刚出来的时候。一定是把他身上所有的钱，他可能拿了一个 patent， 拿一个什么出来要创业的时候，没有人要投资他嘛，对不对？因为他说你这个是有专利啊，不然你是什么东西啊，没有长出来，我不知道啊。好，那他就要拿自己的钱出来，先去找一些人，好，然后开始写企划案，然后开始说我要做这个什么，
他就那时候是花，甚至把信用卡刷怕变卡奴，就是那个时段。再过来就是必须要找到一个叫做 Angel Capital， 天使资本。Angel Capital 是怎么样？大部分都是创业家比如说温世仁，像我们公司就是碰到温世仁。温世仁就是一个曾经创业家，他很有钱，但是他会回想他自己当初创业的时候也是没人理他，然后他有一个新的点子、新的想法，然后他就会讲说：好，我觉得你这个很不错，我来投资你。所以这个时候叫做 Angel Capital 就出现了。那政府，我一直希望政府的开发基金要扮演的是 Angel Capital， 就是你不要一直赶他说你3、4年要给我上市上柜，然后被人家 merge 什么的。你不要这样赶他，你可以等他个7、8年，至少嘛，至少政府应该扮演这个角色。但是现在问题就是开发基金到了立法院又每年说，你看你投资这些公司有没有赚钱呢？7年8年立委也等不及了，他下一届不知道有没有选上也不知道。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制度性的问题嘛，制度性的问题。那7年为期这样的一个操作方式，到了7年的时候呢？大概所有应该卖的著作权也都卖了，应该要结算的也都结算了。那么7年为期做到7年后，就看剩下残值是多少，大家来计算，大概本的等可以耍，就是这样。这个操作手法在目前台湾还有一个人也不错啦，张水江也不错，电视豆也不错。所以比较能够懂得这一套操作手法的人比较少。台湾现在文化创意就是缺 MBA 缺律师好莱坞都是 MBA 跟律师那我们一直说缺导演、缺编剧，哪有缺这个呢？是缺那个 MBA， 缺管理的，缺 It's not only content but context， 我已经讲过了，就是这样。那大部分的做文化创意的人，你看常常会跳票，就是这样，因为不会算不会算，因为你本来是右脑发达的，你叫他左脑怎么发达呢？不可能不可能，连开公司都不会的，他怎么会做呢？怎么会做？所以这个问题就是这样子来的。那在我们家嘛，这个清一色的 MBA， 所以讲话都是很准确的，很准确，就是使用的语言都是那种财务的管理的语言，所以很准确，就没花很多时间底下沟通。你去跟那个文化创意人讲那个什么财务什么，他只要听到一财务会唬你你叫他怎么做那这很痛苦很痛苦。我送你一本书，有发问的都送一本书。我们等一下就我们小姐优先吧。声音我听不太清楚，可不可以这样？对。好，等一下，我先答你的第一个，你这个问题很好，这个书里面有讲，那个叫 in kind。就是说我找你这个大师，这个男演员，我要找你来拍。那刚开始我可能资金不是那么充分，或者说我不愿意刚开始就把资金分给你，所以我就跟你谈好说你，我们到卖，我先付给你多少钱嘛然后卖的时候我再依这个 loyalty 发给你多少钱，所以这个我们叫做 in kind。in kind 的合作方式，有很多种合作方式。我这本书我是卖得很差啦但是我写的是把实物跟那个理论结合的很清楚的。那我只是要让一般的文化创意人能够更理解。还有一方面就是我把这本书出版了以后，就拿去送政府官员，我说你不要再问我了，自己回去看书了。就这样。好，第二个问题，这样回答你满意吗？
对，我刚刚有讲说要做集资1亿做50集，我现在目前已经集资了6000万。那50集哈，我不能拿在这里放啊，因为那个是我们公司的那个机密嘛哈。造型都有了啊，那个造型我告诉你，有原住民的色彩，但是不是原住民的故事，那全部是娱乐商业的导向。然后剧本呢，就是我们有标准的做法，好，比如说就是一路被追杀，啊，然后一路就会出现一些惊险的，还有你要记住一件事情，就是我们那个规则里面，我刚刚那规则里面不知道有没有写，应该有写吧。那 spectacle 就是壮观的场面，每一集都要壮观的场面。就是你出现船，你不要出现一艘啊，你就要出现1万艘，你懂我意思吗？就是一定要这样。现在小孩子没那么容易骗人了，你出现1艘，他不要理你。但是你要 duplicate 很快嘛。你们看那个，各位有没有去看那个亚历山大是吧？战争的场面有没有啊？你不是看到人怎么那么多这样子有没有啊？那个除了群主运动以外，你看战舰都是一来都是，就说每一幕都要有一场很壮观的场面一定要出现，所以这个叫做剧本的标准化。那我们将来这个1亿，我们现在已经集资1000，所以 Green Light 开拍，所以已经开始在做了，所以。没有募到那个钱就不要做啊！我看上次有人，上次很好玩，上次我去审那个案子，有一个人居然把那个钱呢都已经投下去，把它拍好了，说才开始要卖。我说你以后勇气真大，很勇气真大，你拍好放在那里，他干嘛？就是说制作人，那个制作人他其实就是从他制作面去想，去想。等一下发问的人来跟我拿书，只剩下2本，好，这样回答满意吗 ？OK， 好，请说。政府2道双薪，那钱都到哪里去？那我们文化创意产业可以到哪个部门去了解？然后甲马有没有在这方面拿到赞助？你要不要给我？我跟你讲哈，这个怪2个部门哈，不是怪，要怪政府，要怪文化创意产业者。我在做那个开发基金的委员嘛，我就叫很多文化创意产业者说，赶快去提案嘛，你们提案上来，我就赶紧站虾嘛。没有人提案，为什么没有人提案？不会写啊，就是连那个财务预估什么都通不会写啊。你可以找行政开发基金，你就找工业部、经济部工业局嘛。然后找新闻局好像也有辅导嘛，这些单位辅导单位很多啦，但是问题是你要自己会写啊，你不要连那个 VP 都不会写，那你叫人家怎么辅导你？那这种东西文化创意这种东西，你说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审了一个案子，就是侯德健的《白蛇传》，这个已经不准了啦哈，他要政府投资26亿。26已经送到我们这个最后的这个审查委员会了，那总共14票，好像是被否决了嘛。那为什么被否决？他这个案子很奇怪，他这个案子写的他已经很会写了，不过他整个案子的从一开始就写错了。第一个你是《白蛇传》，这个是在演中国的故事嘛，演中国故事也没关系了，反正只要台湾出钱能够出名就好了，好啦。但是他是在纽西兰制作，那台湾到底是在哪里？政府投资你26亿台湾不存在，不是，所以不会写吧？你应该是这样，你为什么一定要选《白蛇传》呢？你这样懂我意思吗？《白蛇传》国际间也不出名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搞文化创意人自己本身也要反省的地方。那政府现在有比较清楚了。而且也是被我长期这样骂到已经懂了，好像懂了但是现在变成文化创意人要自己提案。各位想想看，为什么华人、中国人跟日本人为什么卖那么多东西给西方？为什么中国人不愿意？
中国为什么没有办法出现什么？你顶多只出现那个谁啊？那个演那个什么秦始皇有没有？那票房也不怎么样嘛。他为什么不能演？为什么？各位有没有仔细想，为什么都是日本人在卖呢？为什么西方人都没办法卖呢？中国人为什么没办法卖？我跟你讲，日本人很聪明，从铃木大佐开始把蝉介绍给西方，从此以后他什么都卖蝉。蝉在英文里面叫 Jane， 有没有？我最近会写一篇文章谈这个。好，三宅一生是不是卖蝉？怀石料理是不是卖蝉？各位看那个安藤忠雄的建筑是不是卖蝉？他通通在卖蝉，他卖每只米的碳缸假不掉啊！我们会不会卖这个？不会啊，我们不会，我们没有一个目标啊，不知道到底在卖什么。美国人要学蝉，就跑到日本去学，蝉是谁发明的？中国人发明的哦。好，那日本卖蝉卖到什么程度？我在美国还买了一本书啊，叫做《蝉与电脑》，它可以把那个电脑的键盘讲的跟蝉有关系，真是掰到可以了，掰到可以了。然后，我们现在卖什么？我们自己要清楚。还有一点 ，Sony， 各位知道 Sony Entertainment 现在是买下，当初是买下什么？美国那个哥伦比亚，那你看人家在拍什么？人家在拍 Geisha 艺伎有没有？或是最后武士？你看他演武士道，他叫谁？叫 Tom Cruise 来演一个西方人跑到东方来，然后呢来看日本的武士道。我们这边的脑袋瓜子就是，就比如说要拍《郑成功传》，我那时候建议他们说，请 Tom Cruise 来拍荷兰船长，请金城武来拍郑成功，对不对？那是荷兰船长来到了台湾发生的故事，对不对？反向思考嘛。他说不是啊，你应该想，谁要看你金城武跑到美国去，谁要看你啊？所以你 gay 一下有没有？很聪明啊，人家的演法都是美国人去安尼这样子的故事，那不要疑啦。我想请教老师是。创意产业跟电影产业对你们真的多的还是文化创意产业有因素电影？第二个就是说，刚刚在比赛的时候，我们看到很多3D 的，那我感觉加码。
3D 是一个工具还是一个趋势？
我们是不是在发展，就是说，因为我个人认为我们在发展3D 的时候是追在美国后面跑，那我们要不要就是说在反向思考，说我们在内容上跟在剧情上来做加强，或者在创意上来做发挥，会比较省钱。OK。2D 现在没有比3D 省钱，3D 比较省钱。对。不过你这个问题啊，就是迪士尼现在过去迪士尼它是拍2D 嘛，像 Pixar 的时候3D 起来以后啊，迪士尼就全部取掉，所以迪士尼就以后不再拍3D，不再拍2D。但是有没有人坚持2D？有，宫崎骏，日本啊。
2D 有个好处就是人物的描绘、细部描绘会比较好，但是宫崎骏也有加入3D 咯，但是它是以2D 为主，然后3D 为辅。但是宫崎骏的作品它不是 entertainment 就是美国的那个动画是纯粹 entertainment 的看完，然后就个嘻嘻的给我那样宫崎骏不是，会让你思考，会让你去思考。其实宫崎骏也是卖惨。而已啦，不是卖这个所以说你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
但是日本又不太一样，日本有个漫画市场很大，它就漫画市场跟起来，而且日本真正那个动画的版权是在出版社，然后电视台倒不是哦，不是说电视台自己来制作，是出版社，他们的操作方式是先出漫画，漫画出了以后，你大家都看得差不多了，已经出名了，我再来进一步做动画。日本的操作方式是这样，但是因为日本是一个图像的民族，跟我们不太一样。我们以前看漫画是那种小人书，有没有？那一看漫画叫你妈妈以前都是1块钱看到完嘛，对不对？我的时代是这样子的，那种叫又一样又等于公等于所以完全不一样。但日本是一个非常图像式的民族从它的
世会以后，日本人太聪明了，浮世绘又卖到美国去了，影响到印象派跟荷兰的画派，你看看，这太重，就这个是我们要考虑它怎么卖啊，它怎么卖？那他们是有一。整套在卖，但是它是经过明治，我插一下了哈，它是经过明治维新去思考了以后，才会产生这么多的一个变化。它在1865年是黑船事件嘛，被
人家打败。日本是不太一样的民主，就是说他以前要征服中国，就失败就跟你遣唐使，我跟你学啊，我怕输你跟你讹啊。然后后来被美国人船打开来以后，欧洲。欧学、南学进来，他就我跟你学啊，我跟你欧洲学啊，再过来被美国人一个打败，他说我跟你美国学啊，被打败他就跟你学啊，所以他就不太一样。那他从那一年开始，他就已经国家。